大家好，歡迎返嚟閱讀講書人。今日我會介紹一本由華特·艾薩克森貼身追蹤2年寫成嘅 Elon Musk 馬斯克傳記。到底點解一個人可以同時顛覆咁多個行業？太空、電動車、腦機界面、社交媒體，每一個都係千億級別嘅戰場。我哋正常人做一份工都已經覺得自己分身乏術，但 Elon Musk 可以同時推進 SpaceX、Tesla、Neuralink、The Boring Company， 後期仲收購咗 Twitter。係咪成功就一定要犧牲人性？定係話佢本身嘅思考方式同我哋普通人根本唔喺同一個維度？呢啲問題喺今集同大家一齊探討。講呢本書之前，簡單介紹下作者華特·艾薩克森唔係一般嘅記者或者撰稿人，佢曾經寫過 Steve Jobs 嘅授權傳記、愛因斯坦嘅傳記、達文西嘅傳記。佢嘅研究方法唔係坐喺書房上網看資料，而係真正貼身追蹤對象。寫呢本書嘅時候，佢跟住 Elon Musk 2年，出入佢嘅工廠、會議室，甚至私人飛機。佢訪問咗馬斯克本人、佢嘅家人、朋友、同事同埋對手，佢連對手都訪問埋。呢種寫法唔單止係要寫好一個人，而係盡量呈現一個立體嘅人。所以呢本書唔係一本宣傳品，而係一份記錄。艾薩克森嘅公信力在於佢唔會淨係寫好嘅一面，佢會將一個人嘅光明同陰暗同時擺喺你面前，等你自己判斷。咁我哋就由 Elon Musk 馬斯克嘅童年講起。書入面講，馬斯克喺南非約翰尼斯堡長大，童年可以用2個字形容：殘酷。佢阿爸 Elon Musk 係一個工程師，但同時係一個情緒極度不穩定嘅人。書入面有好多馬斯克家人同親友嘅回憶，描述佢阿爸點樣喺飯桌上突然發脾氣，點樣用語言暴力控制屋企人。馬斯克細個嘅時候，父母就離咗婚，佢跟阿媽住咗一陣，後來又選擇咗搬去同阿爸住。到底一個細路仔點解會揀搬去同一個成日鬧人嘅阿爸住呢？書入面講，馬斯克覺得阿爸好孤單，所以想陪佢。但呢個決定令佢喺之後幾年承受咗好大嘅心理壓力。除咗家庭，學校生活都好痛苦。馬斯克喺學校俾同學欺凌，有次俾人推落樓梯，打到手腳都受傷。佢嗰陣成日去醫院，個樣打到面目全非。一個細路仔日日返學都驚俾人打，放學返到屋企又面對一個情緒失控嘅阿爸。到底呢種生活會塑造出一個點樣嘅人呢？馬斯克嘅逃避方式就係閱讀。書入面講，佢細個讀好多科幻小說，尤其係 Isaac Asimov 嘅基地系列。呢啲小說講嘅係一個文明點樣喺崩塌邊緣透過科學同預測去拯救自己。呢啲故事喺佢心入面種低咗一個信念，文明係會崩塌嘅，而拯救文明嘅方法唔係靠祈禱，而係靠科學同工程。呢個信念後嚟成為佢做 SpaceX 同 Tesla 嘅底層驅動力。佢唔係淨係想賺錢，佢係真係覺得人類需要成為多行星物種先可以延續落去，而電動車係令地球唔好提早崩塌嘅方法。套用返喺現實，我哋每個人細個都有逃避現實嘅方式，有啲人打機，有啲人睇電視，有啲人發白日夢。但你有冇諗過，你逃避嗰陣接觸嘅嘢，其實喺度塑造緊你嘅世界觀。如果你細個成日睇嘅係成功學，可能你大個會覺得人生就係要贏。如果你成日睇嘅係悲劇，你可能會覺得人生本來就係痛苦嘅。馬斯克睇嘅係科幻小說，講嘅係人類透過科技自救，所以佢大個之後唔係淨係做一間公司，而係做緊一個拯救文明嘅計劃。呢個就係童年閱讀對佢嘅深層影響。不過作者話，佢嘅童年同時令佢對風險有一種異常嘅容忍度。一般人經歷咗咁多創傷，可能會變得保守，驚改變，驚冒險。但馬斯克係調返轉，佢覺得最壞嘅情況已經經歷過，所以冇嘢可以再令佢驚。呢種心態令佢後來可以喺 SpaceX 3次火箭爆炸之後繼續燒錢，喺 Tesla 瀕臨破產嘅時候繼續借錢。你就可以理解佢唔係唔驚失敗，而係佢對失去呢件事嘅恐懼門檻同正常人唔一樣。講到呢度，我想帶出一個可遷移嘅思考工具，就係你對風險嘅態度，好多時唔係由你而家嘅處境決定，而係由你最早期嘅經歷塑造。例如我哋返工，明明知道應該轉工，但就係唔敢行；明明有個新項目可以試，但就係驚失敗。呢個時候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你驚嘅到底係咩？
你驚嘅係失去份工，定係失去一個你以為自己擁有嘅安全感？馬斯克嘅經歷話俾我哋知，真正嘅風險承受力唔係來自你有幾多錢，而係來自你對最壞情況嘅接受程度。如果你已經接受咗最壞會點，你就冇嘢好驚。跟住落嚟講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第一性原理。呢個概念唔少人都聽過，但真正理解佢嘅人唔多。書入面講，馬斯克由細到大都係用呢種方式思考。簡單啲講，第一性原理就係唔靠類比去思考問題。咁咩係類比呢？即係話以前係咁做嘅，所以我哋都係咁做；人哋都係咁，所以我哋都係咁。呢種思考方式好慳力，因為你唔使由頭諗起。但問題係，如果你永遠靠類比，你永遠只可以做到人哋做過嘅嘢，只可以喺現有嘅框架入面做微調。第一性原理就係反過來，你將一個問題拆到最基本嘅物理事實，然後由嗰度開始重新推導。書入面舉咗一個好經典嘅例子，馬斯克想做火箭嘅時候，去航天工業嘅供應商報價，發現一支火箭嘅成本要6000幾萬美金。正常人聽到呢個價錢，第一下會覺得太空好貴，做唔起。但馬斯克唔係咁諗，佢將火箭拆開，睇下一支火箭係由咩物料組成，鋁、鈦、銅、碳纖維，然後佢去查呢啲物料嘅市場價格，發現如果自己去買原料，成本只係火箭報價嘅2%左右。咁中間個98%去咗邊？去咗供應鏈，去咗中間商，去咗傳統航天工業嘅官僚架構。所以佢嘅結論唔係火箭好貴，而係現有嘅火箭供應鏈好貴。如果自己做，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每一個組件嘅成本，就可以將火箭做到平好多。呢個就係 SpaceX 嘅起點。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其實好少用第一性原理。我哋返工好多時都係上次係咁做，今次都係咁做。老細話要一份報告，你就後返之前個格式改一改。朋友話想去旅行，你就上網睇客人哋嘅行程照跟。呢啲全部都係類比式思考。試諗下，如果有一日你將你份工拆到最基本，你老細真正需要嘅係咩？佢要嘅係一份報告，定係一個可以幫佢做到決策嘅資訊？如果係後者，咁你係咪一定要寫呢份報告？定係可以有其他方式呈現？呢個就係第一性原理喺日常工作嘅應用。唔係話你每次都要由頭發明一樣嘢，而係當你遇到一個真正嘅樽頸位時，你要有能力退後一步，問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呢樣嘢嘅本質係乜嘢？佢存在嘅目的係咩？有冇其他更有效嘅方法可以達到同一個目的？不過要留意，第一性原理唔係萬能，你唔可以每件事都由原子開始諗起，咁樣你會咩都做唔到。馬斯克自己都唔係每件事都用第一性原理，佢喺一啲已經成熟嘅領域都會用經驗同類比。第一性原理係一個工具，你喺關鍵時刻拎出嚟用，而唔係每一秒都用。好似你返工唔使每件事都重新發明，但當你發現自己一直做嘅嘢其實冇效嘅時候，就係時候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講完思考方式，我哋講下佢嘅創業歷程。Zip2同 PayPal 係 Musk 第一次真正嘅財富累積。Zip2係佢同佢細佬 Kimball 一齊做嘅公司，基本上係一個線上城市指南，有啲似而家嘅 Google Maps 加 Yelp 嘅前身。嗰陣佢哋兩兄弟喺 office 度瞓，日日寫 code，慳到連租屋嘅錢都唔使。後來 Zip2賣咗俾 Compaq， 馬斯克賺咗第一桶金，跟住佢做咗 XDeepCom， 後來同 Confinity 合併成為 PayPal。PayPal 嘅故事好多人都知，最後俾 eBay 收購，馬斯克再賺一大筆。但書入面講嘅重點唔係佢賺咗幾多錢，而係佢喺呢兩次創業入面展現出一個特質，佢願意將所有籌碼擺上台。Zip2賣咗之後，佢唔係去買樓享受生活，而係將所有錢放落下一間公司。PayPal 賣咗之後，佢又係將大部分錢投入 SpaceX 同 Tesla。呢個就係佢同一般人嘅最大分別。正常人賺到錢會想保住佢，賺到錢會想放大。呢點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思考，就係你對已有嘅嘢嘅態度，決定咗你可以去到幾遠。我哋好多時儲到一筆錢，第一個諗法係點保住佢，買基金、買保險、放定期，呢啲都唔係錯。但如果你嘅目標係想做更遠大嘅事，你就要問自己，你係咪願意將你已有嘅嘢擺上台？當然呢度唔係叫大家一定要去 all in，
而係你要清楚自己嘅優先次序。如果你最重視嘅係安全感，咁保住已有嘅嘢係合理嘅。但如果你最重視嘅係突破，咁你就要接受一個事實：突破同安全感好多時唔可以同時擁有。跟住落嚟係 SpaceX 嘅故事，亦都係全書最緊張嘅部分之一。馬斯克創立 SpaceX 嘅目標好清楚，降低太空運輸成本，最終令人類可以去火星。但理想歸理想，現實係殘酷嘅。SpaceX 嘅頭3次火箭發射全部失敗，第一次爆炸，第二次爆炸，第三次都係爆炸。每一次爆炸都係睇住幾千萬美金化為灰燼。書入面講，第3次火箭爆炸之後，馬斯克喺控制室入面唔出聲。嗰陣 SpaceX 已經冇乜錢，再失敗一次就真係執笠。如果你係佢，你會點？你已經燒咗咁多錢，連續失敗3次，員工望住你，等緊你做決定。大部分人喺呢個時候會選擇止蝕，但馬斯克嘅反應係即刻召集工程師，開始分析第3次爆炸嘅數據出問題，然後用最短時間準備第4次發射。第4次發射成功， SpaceX 成為第一間私人公司將火箭送入軌道。呢一刻佢改變咗成個航天工業。呢個故事帶出嘅思考工具係失敗哲學，唔係話失敗好，而係話你點樣對待失敗。馬斯克嘅做法唔係忽略失敗，而係極度認真咁對待每一次失敗，拆解佢，分析佢，然後用最快速度修正。佢嘅邏輯係，如果失敗係過程嘅一部分，咁最重要嘅唔係避免失敗，而係令每次失敗產生最大嘅學習價值。我哋平時做錯嘢之後，第一個反應多數係藉口，例如個系統有 bug，個客改要求，個同事冇交代清楚。我哋將精力放喺推卸責任上面，而唔係放喺理解問題上面。如果 SpaceX 嘅工程師第3次爆炸之後淨係藉口話已經好接近成功啦，差少少啫，佢哋就唔會喺第4次成功。真正嘅學習係來自冷靜咁面對失敗，問一個問題：到底發生咗咩事？邊一個變數導致咗呢個結果？下次點樣避免同一個錯誤？當然，失敗哲學有一個前提，你仲要有本錢可以失敗多一次。馬斯克第3次爆炸之後仲可以搞第4次，係因為佢仲有啲錢。如果第3次已經用晒所有錢，就冇第4次。所以應用失敗哲學嘅時候，你要同時管理好自己嘅資源，令自己永遠有再試一次嘅能力。呢個平衡好重要。你要夠膽失敗，但同時要確保失敗唔會令你完全出局。同 SpaceX 差唔多時間，Tesla 都面臨緊生死存亡嘅時刻。2008年金融海嘯，全世界經濟崩塌。書入面講，嗰段時間係馬斯克人生最黑暗嘅時期。SpaceX 啱啱第3次火箭爆炸， Tesla 現金流差不多歸零，仲要應付投資者撤資嘅壓力。佢同時要救2間公司，而2間公司都就嚟死。作者話嗰陣，馬斯克每日只會瞓幾個鐘，日日喺2間公司之間奔波。佢將自己喺 PayPal 賺落嘅最後1蚊都放晒入去，仲要四圍借錢。有段時間佢甚至要問朋友借錢交租。一個之前身家過億嘅人，突然間連租都交唔起，呢種落差大部分人都承受唔到。但係馬斯克頂住咗。最後 NASA 喺 SpaceX 第4次火箭成功之後，俾咗一份大合約佢哋。同時 Tesla 喺最後關頭籌到一筆資金，過咗破產危機。2008年年底，2間公司都生存咗落嚟。呢段經歷為馬斯克帶出咗一個好深刻嘅思考。所謂嘅至暗時刻，其實係一個篩選機制。當所有人都退縮嘅時候，剩低嗰啲就係真正相信自己做緊咩嘅人。馬斯克唔係超人，佢嗰陣都有崩潰嘅時候。書入面有描述佢喺會議入面發脾氣，喺屋企對住伴侶情緒失控，但佢都冇選擇放棄。呢個唔係話佢特別堅強，而係佢對自己做緊嘅嘢有一種近乎宗教式嘅信念。佢真係相信，如果 SpaceX 唔成功，人類就冇未來；如果 Tesla 唔成功，地球就會提早崩塌。套用返去現實，我哋每個人都會遇到自己嘅至暗時刻，可能係失業，可能係感情破裂，可能係事業停滯不前。嗰陣你會覺得全世界都喺度逼你，呢個時候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做緊嘅嘢你自己信唔信？如果你信，咁你就堅持；如果你唔信，咁可能而家就係轉方向嘅時候。好多時我哋堅持唔落去，唔係因為太難，
而係因為我哋自己都唔係好信自己做緊嘅嘢。信念唔係一種雞湯，而係一個你喺最黑暗嘅時候可以拎出嚟支撐自己嘅嘢。不過講咗咁多正面嘅嘢，我哋要講下佢嘅另一面，因為呢本書最可貴嘅地方就係冇美化 Elon Musk， 作者將佢最令人不安嘅一面都寫咗出嚟。書入面講馬斯克嘅管理風格可以用極端嚟形容。佢對員工嘅要求標準已經超出咗大部分人嘅想象。佢會喺工廠巡視嘅時候，隨機叫住一個工程師，問佢某個零件嘅設計細節。如果嗰個人答唔到，馬斯克可能當場就會話你唔適合留喺度。佢試過喺會議入面直接炒人，試過半夜3點發信息俾員工，要求即刻回覆。佢嘅公司有一種文化，如果你唔係全程投入，你就唔應該喺度。書入面用咗一個詞形容佢嘅工作文化：硬核。Musk 認為做改變世界嘅嘢就唔可以用正常嘅工時同正常嘅節奏。佢自己每個禮拜做100個鐘以上，所以佢覺得其他人最少都要做80個鐘。呢種文化喺 SpaceX 同 Tesla 初期特別明顯，有人頂得住，有人頂唔住，頂唔住嘅人就離開，頂得住嘅人就成為佢最核心嘅團隊。但問題係呢種文化嘅代價係咩？書入面有好多前員工嘅訪問，有人話喺馬斯克身邊工作係人生最精彩嘅經歷，因為你真係喺度做緊改變世界嘅嘢。但同一時間，有人話嗰段時間係佢人生最痛苦嘅經歷，因為不分日夜，冇私人生活，長期處於極大壓力嘅狀態。有啲人做到婚姻破裂，有啲人做到健康出咗問題。呢度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思考：馬斯克嘅模式係咪可以複製，定係話呢種極端嘅管理方式只有喺一個極端嘅人身上先至 work？ 作者冇俾答案，佢淨係將事實擺出嚟。但我哋可以自己諗，一間公司嘅文化本質上係創辦人性格嘅延伸。馬斯克係一個對自己殘酷嘅人，所以佢對別人都殘酷。佢唔係刻意要虐待員工，而係佢真心覺得如果你要改變世界，你就唔可以過正常生活。呢個信念啱唔啱？呢個就係你要自己判斷嘅嘢。我哋返工成日遇到一啲老細或者上司要求你加班，要求你隨時候命。有時我哋會覺得呢啲要求唔合理，但其實個問題嘅核心唔係加唔加班，而係你同你嘅上司對呢份工嘅意義有冇共識。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份工只係打份工，咁加班就係不合理。但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份工係一個使命，咁加班就係一種選擇。問題係大部分公司都會係老細覺得自己做緊嘅係使命，員工覺得係打份工，呢種錯位先至係衝突嘅根源。所以與其話馬斯克嘅管理風格好唔好，不如話你清楚自己要咩，然後有一個同你期望吻合嘅環境。你唔想做到冇私人生活，就唔好去嗰種公司。你想改變世界，又願意付出代價嘅話，就去。呢樣嘢冇對錯，只係選擇。作者話馬斯克有時會進入一種情緒狀態，書入面叫做 Demon Mode。喺呢個狀態底下，佢會變得極度冷酷、極度苛刻、極度唔講人情。佢會做出平時唔會做嘅決定，講出平時唔會講嘅說話。呢個狀態通常出現喺公司面臨危機嘅時候。你可以話呢個係佢嘅缺點，但你同時可以話呢個係佢嘅生存機制。一個人如果日日都喺 Demon Mode， 佢會眾叛親離。但一個人如果永遠唔進入 Demon Mode， 佢可能喺關鍵時刻做唔到艱難嘅決定。馬斯克嘅問題唔在於佢有 Demon Mode， 而係在於佢進入同退出 Demon Mode 嘅界線好模糊。有時危機已經過咗，但係仲喺呢個狀態入面，就會對身邊嘅人造成不必要嘅傷害。呢點令我諗起一個好普遍嘅情況，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 Demon Mode。可能係壓力大嘅時候對屋企人發脾氣，可能係工作唔順嘅時候對朋友冷淡。我哋覺得自己有合理嘅理由，但身邊嘅人唔明點解突然變咗另一個人。呢個時候你要問自己，你嘅 Demon Mode 係咪真係只喺必要時出現，定係已經變成咗你嘅常態？如果你發現自己長期處於一種繃緊、易怒、對人苛刻嘅狀態，咁可能唔係外界嘅問題，而係你內在嘅壓力已經超出咗你可以承受嘅範圍。跟住落嚟，我哋講下收購 Twitter 呢件事。呢個可能係馬斯克生涯入面最具爭議性嘅決策。書入面詳細記錄咗成個過程。馬斯克一開始只係買咗 Twitter 嘅股份，後來提出收購，跟住又想反悔，
最後俾法庭強制完成收購。作者話，Musk 收購 Twitter 嘅動機唔係純粹商業考量，佢真正關心嘅係言論自由同數碼廣場嘅問題。佢認為 Twitter 係全球公共討論嘅核心平台，而佢覺得呢個平台嘅內容審查政策已經偏離咗言論自由嘅初衷。呢個諗法有冇道理？有嘅，但問題係由關注言論自由到花400幾億美金買下成個平台，中間嘅跨度好大。佢冇做盡職調查就完成收購，買咗之後先發現 Twitter 嘅財務狀況同用戶數據有好多問題。之後佢大規模裁員，改變平台規則，推出付費認證，每一個決定都引起巨大爭議。呢度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思考：當一個人嘅信念強大到一個地步，佢會唔會開始忽略現實嘅約束？馬斯克喺 SpaceX 同 Tesla 嘅成功，好多時係因為佢願意忽略正常人會點諗嘅約束。佢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問題，唔理人哋點睇，堅持到自己嘅判斷。呢種特質喺工程同科技領域非常有效，因為物理定律係客觀嘅，你嘅判斷啱就係啱，錯就係錯。但社交媒體唔同，社交平台嘅本質係人同人之間嘅互動，而人係一種複雜、情緒化，唔係完全理性嘅物體。用工程思維去管理一個社交平台，就好似用數學公式去管理一段感情，邏輯上可能冇錯，但實際上就有機會出問題。馬斯克收購 Twitter 之後遇到嘅種種困難，好多時唔係因為佢嘅想法錯，而係佢用咗一套唔適合呢個場景嘅方法。而我哋生活入面都有機會犯同一個錯誤，就係將一個喺某個情景好有效嘅方法搬去另一個完全唔同嘅情景。你喺工作上好理性，好講邏輯，好講效率，呢啲特質喺辦公室可能好有用，但返到屋企面對伴侶同小朋友，你如果仲係用同一套講邏輯、講效率、講對錯，你就會發現唔 work， 因為屋企唔係一個需要效率嘅地方，而係一個需要情感連結嘅地方。呢個就係情景感知嘅重要性。你唔係要改變自己嘅核心能力，而係要識得喺唔同嘅場景入面調整你嘅方法。最後書入面講到一個好實用嘅概念，馬斯克嘅演算法，即係佢嘅5步工作法。呢5步係：第一步，質疑所有要求。唔好因為一個要求係由上級或者客戶提出嚟就照做，你要理解呢個要求背後嘅真正目的，因為好多時提出要求嘅人自己都唔係好清楚自己要咩。第二步，刪除所有不必要嘅步驟。如果你刪除咗一個步驟之後，發現要加返，咁先加返落去，但大部分情況你刪除咗就唔需要加返。馬斯克認為大部分人嘅工作流程入面有太多以防萬一嘅步驟，呢啲步驟浪費時間，但冇人敢刪除。第三步，簡化同優化，但呢步一定要喺第2步之後做，因為如果你簡化一個本來就唔應該存在嘅步驟，你只係浪費緊簡化嘅精力。第4步，加快迭代週期，每一個流程都應該以最快速度完成一個循環。如果你要1年先可以出一個版本，你嘅學習速度就太慢。馬斯克喺 SpaceX 就係用呢個邏輯，快速做，快速試，快速改。第5步，自動化。當你已經質疑咗要求，刪除咗多餘步驟，簡化咗流程，加快咗迭代之後，先至考慮自動化。如果你一開始就自動化一個有問題嘅流程，你只係將錯誤以更快速度放大。呢5步睇落好簡單，但真係用起上嚟好難，因為第1步就已經違反咗大部分人嘅本能，質疑要求。我哋由細到大俾人教嘅係聽話，老細話做咩就做咩，客要咩就俾咩。你諗下，你上一次質疑一個來自上級嘅要求係幾時？大部分人可能諗都冇諗過。現實中，我哋返工成日遇到一個情況，明明一個流程好繁瑣，明明一個要求好無謂，但冇人敢提出質疑。大家都係以前係咁做假啦，上面話要做假咋。結果就係一間公司入面有大量嘅僵屍流程，冇人知道佢點解存在，冇人需要佢嘅結果，但冇人敢刪除佢。呢啲流程日復日咁消耗緊每個人嘅時間同精力。如果你有勇氣做第1步，質疑要求，你可能會發現你工作上好多嘢根本唔需要做，慳返嘅時間你可以用嚟做真正有價值嘅嘢。不過要強調一點，質疑要求唔等於反叛。馬斯克嘅質疑方式唔係我唔做，而係我唔明白呢個要求嘅目的，請你解釋。
等我可以用更好嘅方法達到呢個目的。呢種質疑係建設性嘅，唔係破壞性嘅。你喺公司入面都可以咁做，唔好淨係話我唔做，而係問呢個要求嘅最終目的係咩？有冇更好嘅方法達到？如果對方答唔到，咁可能呢個要求本身就值得重新審視。講到呢度，我哋可以望返成個故事。Elon Musk 嘅一生到目前為止，呈現出一個極端嘅兩面性。一方面，佢嘅思考方式、第一性原理、失敗哲學、5步工作法，全部都係可以遷移嘅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同應用。另一方面，佢嘅管理風格、情緒波動、對員工嘅苛刻要求，又展示咗一個事實：天才有佢嘅代價，而呢個代價唔係淨係佢自己承擔，係身邊所有人一齊承擔。作者冇喺書入面話 Elon Musk 係好定係壞，佢淨係將事實擺出嚟，等讀者自己判斷。呢個就係一本好傳記嘅價值，佢唔係俾答案你，而係俾思考嘅素材你自己判斷。你可以喺馬斯克身上學到嘅嘢，唔係點樣成為下另一個 Elon Musk。呢個世界冇另一個 Elon Musk，亦都冇另一個 Steve Jobs。你可以學到嘅係佢嘅思考工具，點樣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問題，點樣用失敗哲學去面對挫折，點樣用5步工作法去優化流程，點樣喺至暗時刻靠信念支撐自己。同時間，你都可以從佢身上學到一個教訓：任何特質推到極端都會有代價。對自己殘酷可以令你突破極限，但同時可以令你失去生活中嘅溫度。對效率極度追求可以令你做出世界級嘅產品，但同時可以令你忽略咗人嘅感受。每個人都要返自己嘅平衡。你可以諗下而家嘅人生入面，有冇一樣嘢係用緊類比式思考，但其實係應該用第一性原理？有冇一樣嘢係你對失敗嘅恐懼大過你對學習嘅渴望？有冇一樣嘢係你明知一個流程冇用，但唔敢提出質疑？呢啲問題嘅答案就係你。我哋下一步可以成長嘅方向，我哋唔使急，唔使一次改晒所有嘢，揀一個最困擾你嘅問題，用今集學到嘅其中一個工具去試下，可能係質疑一個我哋一直冇質疑過嘅要求，可能係用第一性原理去拆解一個我哋一直覺得係咁㗎啦嘅問題。試完之後就會明白，呢啲思考工具嘅力量唔係來自佢哋幫你成為邊個，而係來自佢哋幫你睇清楚你而家做緊嘅嘢到底有冇意義。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記得 subscribe 我哋，同埋留言話我知你對今集嘅睇法啦。下集再見。